各位真明大姐，大家下午好。讲师下午好。首先感谢的天公书记，今仔日的疫情后续多好，该是都是6万多还是5万多还是很多。所以讲今天我看到你刚刚讲咱真正很幸运，因为有咱天文书就会甲咱加庇，咱的老师咱的信徒，还有咱的前人、不前人，咱各位美团师，咱就会才会甲咱护持。你看咱足幸运呢，即马几乎拢线上课程，咱何曾都有法度这个实体的课程，所以一切今天我感谢天文书记。那好势啊，今仔日其实今仔好势，我感恩大家维平，因为维平今仔上班拜六嘛，因咱调来拜六，所以好势嘛是学习啦今仔日歌词是苦海恨竹吧，这是咱志工老师伊才调伫咧罗声呐遐。那后续就开始学习咱各位请选，咱感恩这3段社会来念一下啦好，开始时期第3期月减年，佛祖来修，赶紧爱转去。道的诚心需安慰，毋通毋信乱猜疑。时机至，时机将要至，时机若至，先要分开。慢车时，这讲应有我慢车时，我的道义还未求先显大道，回家去。老母娘，咱的老母娘，慈悲为怀，望阁开一片。思着急，思心真着急，道不明理，到时怎转去？西文手等道，小安慰，是无虚心甲假意。事等你，事永远等你回头的时，事甲你做阵。谢谢各位同学其实后学伫咧看咱志工老师这个词训感觉真正迄种内心非常的汹涌。咱看到咱志工老师这尔慈悲，一再的甲咱扶持，一直甲咱参教。我写看看，真正咱好好来把握这个好，那一个开始呢，开第1段好选咱就依照咱红报分注实价。伊这本结缘分就是咱的老母娘，伊伫民国30年6月15来到福堂正家这篇结缘分。那结缘分内底咧，伫第5讲咱的老母娘就甲咱讲，天温地转月三秋，意思就是像拄咱家师祖甲咱讲的咱若有生老病死，天底咧有生诸坏空一定是到一天所谓幻化拢有离那当然，咱老母娘嘛遐慈悲啦天有一个运算嘛。那到后来咧，就是有着这3期月冠年。那3期月冠年若就到咧，3灾半难遍地流。意思也是讲，足侪个灾业，足侪灾难会降伫咱这个人世间，降伫咱这个龙土风平。有好业，随灵团咱老母娘做慈悲要如何脱离着这个灾业，如何脱离着这个好业，唯有咧最后一句人讲，
世为平一关州。那当然咧，要度看到咱的这有了原因，要互咱会当大家拢会当回归正轨吼。这就为了讨着咱即个一贯的大州。原来像咱拄啊咱的蔡田老师都主笔啦吼，伊甲咱讲着修道就是爱明理。啊，当然咧，透过明理透都是修嘛。尤其咱伫个第一段所看到啦吼，时机至三期我叫你，各位先生，咱若深去思考一下吼，咱从有道入道门了靠近啦吼，相信咱一直看咱的前人不前人，咱的点门师，咱的前辈者一直甲咱叮咛告诫，咱人世间啊已经到着末节年，啊，但是就听吼，就是像拄仔讲师所讲的嘎嘎，无啥物感觉，但是伫即两三天来吼，相信咱在座各位吼，拢非常感触啦吼，包括这战争啊，这个疫情吼，搁包括因为刚才地震吼，特别每一天的地震会互咱内心平安，会惊，会到底下一刻会变成怎样？所以有时可能一再的这个活脚吼，一再的提醒我们，像教授讲的啊，风尘菩提，其实伫人世间乐笑。啊苦咧真济，啊好佳哉诶，咱即期咱得着这人生哦，重点都会咱求得大道。所以讲，咱透过种觉悟的心性，较有法度时时提醒着家己，行尽天下路，唯有修行好啦吼。佛祖来修，赶紧免转去。当然，志工老师嘛是爱甲咱慈悲啦吼，咱爱借着即期。白羊起的普渡，哦，佛门大大开，有缘快快来。这时间无这门槛，只要有缘分，就法度入佛堂来修行。咱一定要借着这修行的机会，宝贵时间，好好来把握，度的身心舒安慰。所以各位浅显，求道10条大愿，就开始的身心保守。实施不管是忏悔还是修呢，其实那个人讲着爱诚心，伫修班就是爱提出咱的诚心。所以志工老师嘛，这为咱的诚心诚意，伊有感受到。所以讲，咱的诚心，互咱老师感觉安慰，而且嘛交代甲咱毋通乌白哦，毋通去乌白猜疑，啊嘛毋通无相信吼。时机到吼，时机字就等于时机字嘛吼。时机若到的时阵，你看说，咱讲3届，到我遮是已经第4届。哦，若讲重要的讲3届，各位先生讲4届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遮就讲时机若到的话，善恶爱分开。那当然以咱目前的话啦吼，咱拢是肉眼凡胎。当然，咱看袂出以后的灾劫，以后的变化是安怎。但是哦，咱的关圣帝君啊，伊的注解这边内底就有讲着哦，伊讲人有罪，神知影哦，人头相差如何？那时到咧，灾劫来时阵咧，遐个业力，遐个灾劫，因安怎的方式？去推头，就是令咱人头壳上的即个疑惑。那当然，这疑也分5种疑啦吼，有青色的，有红色的，有乌色的，嘛有白色的。那咱的关圣帝君来个爱安尼讲哦，唯有头壳差黄疑的人，他是有积福行善的头。那唯有差黄疑，代表讲咱有求道。进入实在的修行，那当然来靠咱家己啊！你着遮好的道吼，咱的前辈者安尼甲咱谆教育，嘛是要互咱伫咧修行这条路啊，爱看好真，爱认真去做啦吼。好，那咱进入的第2段，第2段则着讲万请时，万请时，万请
接着，咱志工老师啊，伊就心非常的担忧，伊一直看慢请示，各位浅浅，其实这是替咱换的，毋是替咱，是咱志工老师会爱受这个是咱的。所以其实啊，讲真啊，感觉讲咱的生活搁较真非常不便。那各位浅浅，咱几工啊，伫泰国发生的幼稚园的代志，像今咱整个各位浅浅拢知影吼。那当然咧，咱知讲泰国即届迄个图集啦吼，主要就是讲迄个屠杀案吼，迄个是之前伫泰国做过检查。那因为伫这个检查当中啊，伊都有吸毒，行为不检，那然后伊就是叫伊互人来洗头路就对啦。啊嘛是因为即口的怨气，伊竟然拢来从即口气杀来逃归。那然后咧，较就是即个较互咱感觉种正恶的代志，就是伊去迄个幼稚园，幼稚园内底去伊2岁的囡仔嘛是伫遐读，伊找无。然后伊就是咱规去，有带种刀啊，迄刀啊是啥物？后学在有个看一个新闻的详细，伊讲迄刀啊就像咱迄刮草啊，有无？迄镰刀换到迄刀呢？伊到迄个教室，小朋友是在睡午觉，我是感觉这摆讲哦，感觉比较都残暴的啦。嘿，那然后后续你感觉其实这个这段会当讲惨绝人寰。但是我现在伫咧看的时阵，感觉是做比较庆幸诶。会使讲吼，都是天师的加庇啦吼。因为咱这间幼稚园吼，据迄个园长的报道是拢共96位，嘿啊，所以讲伫遐死个囡仔是20几个，搁70个哦，搁有70个囡仔，坐伫因为伫泰国因迄车是大台车双排的嘛，所以讲另外70个囡仔哦，坐伫迄台大台娃仔车。非常平稳，因为迄天呢，当天泰国也是落大雨，啊，搁做拄好诶。即台娃仔车故障去，过前线，你看，迄70个囡仔就法度逃过即个灾劫。那其实好势因即段来要做一个咱心红慈理啦吼。咱尽用心有着这3期末节灾节，先互伊看有。伊警站嘛，一直甲伊告诫啊。那当然，各位浅浅伫咧即几工看到泰国影片啊吼，咱会发现讲，即个屠杀即个人真正非常的，人讲啥丧心病狂啊。迄咱若有看到了，发现讲整个幼稚园迄囡仔的尸体啊，真正惨绝人寰嘛。嘿啊，那当然，咱只来做一个比喻，就是讲，咱志工老师伊嘛知影讲，以后咱离世间拄着灾劫就像安尼，但是呢，伊为着咱遮个道理啊，困求着咱老母亲吼，慈悲为怀，网开一面，因为咱阁有兄弟姐妹，还袂求着仙仙大道，所以讲借即个机会，咱的志工老师替着咱遮的众生吼，求着咱老母娘会当互咱网开一面的机会吼。第三段的话就是讲，咱的志工老师啊，非常的着急，伊非常的着急。那么，为什么比较着急嘞？虽然咱有求道，但各位浅显讲起咱这样扪心自问啊吼，有当你修行这条路啊，自己要做得很落实，有伊咱家己知影。老师上惊就是安怎？道不明理，到时怎断去？咱知影，无明理，我都想道啊。老师嘛，讲到咱遮道理啊，虽然经过着民书一句，透过着修班，但是咧，有实际达到明理无？这真正是值得自己去扪心自问啊吼。所以讲，食着咱老师啊，着伸手，要咱遮个道理啊。其实老师嘛知影，有诶道理只要做认真咧做诶啦吼。那当然，老师稍微有些安慰。因为老师有看到遮个道理无牺牲、无假意，所以讲伊后壁即两段来讲，输等你，输永远等你回头的时。那回头的时阵呢，
老师在教咱做题。那当然科学啊，想要应用到咱南海古国啊，伊一句名语啦吼，伊讲如果咱遮的众生会当同心同下专念啦，咱呢的话就毋免咱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如果咱遮的众生呢，如果若无咧回头吼，就像咱志光老师来讲的，若无咧回头的话咧，安尼啥物人会当替咱每一个救苦救难？所以各位先生，重点就是咱每一个人爱回头是岸，吼，然后亲，然后你特别在这个时机、这个地球、这个灾节，咱这一个慢慢一步一步会当去看清楚啦。那借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拢会当用心用力吼，来伫这个道场啊，尽心尽力去修行啊吼。后学的，请咱陈先生主编吼，这个音乐，因为咱陈先生的歌声非常的好，所以就请咱陈先生来给咱带动。哦。